就好似太陽一樣，地球內部都可以提供熱能，而呢一種地熱可以提供唔會傷害環境嘅暖氣同電力。優勢係清潔、環保同埋可以就地取用。地熱源於40億年前，地球上塵埃同氣體激烈嘅固化活動。地球核心大約6440公里深，溫度可以達到攝氏4982度。大部分嘅熔漿就會留喺地殼下，將鄰近嘅岩石同水加熱，有時溫度可以高達華氏700度。有啲喺世界名勝，例如美國黃石公園，就係因為活躍嘅地熱活動而出名。世界各地都有人利用地熱嚟保持舒適嘅室內溫度。喺美國，超過40萬戶嘅住宅、學校同辦公室就係利用呢啲節能系統。全世界用咁嘅系統更係不計其數。高溫嘅地熱資源可以用嚟發電，將井轉到地熱庫。一旦熱水或者係蒸汽到達地表，就可以被地熱發電廠用嚟發電。世界上第一次以地熱生產電力喺1904年喺意大利。到21世紀，全球嘅地熱能發電大約係7800萬瓦特，單單美國就有2700萬瓦特嘅電係嚟自地熱能，等同每年燃燒6000萬桶嘅原油。台灣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，多處山區顯示具有地熱。根據台灣地熱資源初步估計，全台灣地區有近100處係顯示具溫泉地熱徵兆。地熱水溫從攝氏10度到149度都有，可以用於健康浴池、溫室、水災以及牛奶殺菌。直接使用地熱水或者係熱氣，用電量就會減少。從已經確認嘅地熱資源中所生產嘅電力，應該仲可以再開發出數以千計嘅百萬瓦特出嚟。隨着科技嘅改進，會有越嚟越多嘅電力可以用，再加上全球各地更多嘅探勘，地熱能源嘅使用量仲可以更大。但係人類無止境咁虛耗資源，再多鑽探又能唔能夠支撐地球嘅用量呢？通識教育課題咧，好似好廣泛。其實只要平時我哋加以觀察同埋思考，任何事物咧都可以增廣見識。因此，我哋喺旅行團行程設計嘅時間咧，都加入學習同埋思考元素，等大家旅遊玩得開心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增值㗎。如果想重溫有關內容或者其他通識嘅課題，可以登入呢個網址㗎。